大家好，我係易優。今日9月28號，同大家分享就恒指嘅走勢分析同埋未來走勢嘅預測嘅。咁啊，分析之前先回顧下上一條 YouTube 嘅影片啦。咁啊，上一條 YouTube 嘅影片就係9月21號。咁啊，當時嘅分析就係提過啦，恒指從今年嘅4月9號以嚟嘅升浪啦，咁可以當佢一個大嘅3浪咁嘅，或者係3嘅1。咁咧就呢個浪咧就都未確認嘅升完嘅咁啊，而家係有一個上升通道之中啦。咁呢個上升通道底咧就大概25,900左右啦。咁喺18號就見到一個小頂啦18號咁啊，上一條影片就講係17、18號嘅見一個頂嘅，咁啊基本上都正確嘅。咁啊高位就啱啱18號，但係收翻落嚟嘅你睇翻上一條YouTube 影片有講噶啦。咁啊之後嘅回落啦，咁啊喺21號嘅影片有提過個波浪頂底日就24號，即有機會係24號出一個小浪底嘅。咁你睇翻就恒指咧，就實際上就23號出咗一個小浪底咁但係呢個小浪底就反彈2日到嘅啫就彈到去25號25號26,600幾咧，就又回翻落嚟咁YouTube 影片提到啦咁有機會係反覆試一個通道底嘅。咁啊如果係收穿咧，先至係會跌得多啲。如果佢守得住咧，都仲會繼續上嘅咁呢個係上一條 YouTube 嘅影片啦。咁我哋實際上恒指咧就喺26,000就已經有初步嘅支持啦咁喺23號就去到26,003，啱啱26,000呢條線。咁呢條線喺 VIP 群有講到嘅咁我哋睇翻23號買 VIP 群先啦咁恒指咧就今日就高開低收啦咁曾經彈少少嘅，咁去到26,450幾，咁之後就一急跌落去，咁最低去到26,00026,000嘅，咁中午嘅時候已經提過穿26,200咧，咁就有機會試個通道底咁但係日線咧就下午就收翻上去，變咗日線咧就好似冇穿嘅咁但係如果按26,200咧就都穿咗，如果按小時就係咁日線就好似就收翻啲，就摸住個冇穿因為日線個如果按呢度計咧就26,087嘅咁但係我覺得就而家冇見底信號之下咧，都仲係有機會反反覆覆試25,800 25,700咁啦咁應該係呢啲位嘅咁阻力咧都係26,600嘅啫咁過唔到呢啲位咧，我覺得都係傾向反覆向下咁呢個就啦咁暫時就都係咁嘅睇法即係試通道底先。咁但係就會唔會穿咧？呢個就我覺得就未必會穿嘅因為唔係又話咩比較淡嘅消息嘅時候咧，咁佢個慣性咧都仲係繼續上嘅咁呢個就恒指啦。跟住我哋再睇埋期指啦。咁期指咧就我哋睇翻咁都係穿咗26,200嘅，咁最低去到都係26,030幾咁期指嚟講咧就初步嘅阻力就變咗26,250嘅。
咁呢度會有一條線26250啦。咁呢度好似有一個下降通道咁似係一個下降通道。咁雖然就呢度好煩，點樣取消佢？咪先呢度，因為要修整下佢。如果係咁咧，就斜啲。咁咪有機會係咁。而家就冇咁斜咧。咁暫時如果按通道計咧，如果佢突破26250咧，就會試通道頂。咁通道頂就係26400度啦。如果突破埋26400咧，咁先有機會再試高位嘅。而家嚟講應該暫時情況下冇突破嘅話咧，都反覆試一個通道底啦，就25600啦。到時睇下呢個位25600幾至25700啦，應該25700到啦。咁喺即係話喺23號晚VIP 群提到啦咁恆指咧就回落去，因為穿咗26200，咁傾向咧就會去到個日線通道底嘅。當時日線通道底大概25800啦。而家可以上移少少嘅啫，我哋25800至25900到啦。恆指就去到26000咧，就未落啦，跟住就開始反彈。再落一次，喺星期五又再落一次。咁呢度咧就會再落咧，就會試。如果穿26000咧，就試通道底啦。當時亦都提過期指啦期指咧有個即係一個下降通道啦，2小時嘅下降通道。突破咧就開始有一個反彈，可以彈上去黃色線黃色嗰條阻力線黃色嘅阻力線。我哋睇翻期指咧，我哋睇翻先好明顯嘅呢條阻力線就過唔到啦。喺24號就突破咗嘅。23號未突破啦，23號係到呢個通道底啦。之前講咗啦24號。如果突破呢個位26400咧，就可以試26600幾嘅啦。真係到咗呢個位就喺25號就到咗啦。呢個基本上就符合嘅啦因為突破呢度就到上面呢條線基本上完全一樣啦。期指就但係過唔到呢條26650，之後再回落啦。期指就基本上都符合。呢個就關於 VIP 群嘅分析啦。VIP 群其實就有分析好多個股嘅包括當炒嘅好多科技股啦，同埋啲 AI 概念股包括我哋其實好早嘅講咗幾隻包括百度啦、華虹啦、ASMPT 萬國數據呢啲。當時我都係即係話提到有一個可能見底，跟住一個比較大嘅升浪嘅喺個 VIP 群提到嘅所以就
之後呢幾日又有啲急嘅回調，咁你想知道呢啲股票咩情況咧，同埋好多其他咩股票嘅情況咧，亦都可以訂閱我嘅 VIP 群嘅啊。咁包括有振華嘅 AI 概念股啦，同埋有啲騰訊啦嚇，咁有阿里都有講啦嚇，咁中芯啲全部都有講啊，中芯升得好好嚇，咁全部都有講噶啦。咁我哋講翻恒指嘅走勢先啦嚇，咁恒指咧就我哋大周期睇翻先啦，月線圖咁其實都差唔多嘅嚇，都係從2018年1月29高位，咁開始大嘅下調浪 ABCDE 啦，初步睇個 E 浪就喺24年嘅1月20幾號咧就完咗啦，之後開始一個大嘅升浪啦，而家呢個係大牛市，即係之前提過啦，會唔會去到如果1、2、3，如果呢度係一個大括弧1係今年嘅3月中，跟住括弧2就係4月7號啦。括弧3嘅話咧，即係如果按個比例咧，1.382倍咧，已經去到33,000幾，即係等於即係2018年嘅高位，啱啱到，即係話倍個括弧3已經上到呢度咧咁樣，咁呢個比較樂觀。當然啦，呢個牛線唔會咁短嘅我覺得其實我哋睇翻過去嘅牛市咧，都包括係上一個比較大嘅牛市啦如果真係從如果上一個咧就16年開始啦。呢度咧就16，到100，2年嘅即係如果你話按呢個計16年開始計都有2年如果佢係似03年嘅高位，點解似03年咧？03年嘅低位上嚟咧，到07年升4年。因為點解似03年嘅03年同23年、24年？其實個相似嘅地方咧，就除咗牛市起步咧，亦都係大運嘅起步因為03年就係個七運完結啦04年咧就八運開始啦。所以咧就基本上就04年跟住開始一個1浪、2浪咁樣噶啦，跟住就3浪上。我哋睇翻14年都係嘅唔係14年，24年相隔20年一個大運，即係好講風水嘅8運9運跟住呢度亦係一個1浪2浪，跟住亦都係一個大嘅升浪上啦，即係呢度一個小嘅調整浪之後就亦都係上，所以係有啲相似嘅地方，即係同20年前會唔會升到27年咧？我覺得都唔出奇嘅特別是係即係。港股咧同7咧都係見高位嘅我覺得係，如果真係一個大牛市咧，就冇咁快完嘅就算有調整咧，都係一個可以一個小浪嘅調整，即係所以而家我都係傾向如果真係牛市嘅話，都係一個3-1浪嘅啫3-1浪就算穿都係3-2浪嘅啫。但係而家未確認個3-1浪完。即係起碼要穿呢個日線通道底，跌到落去0.236甚至0.382先至合理噶嘛如果佢都仲係行緊呢個通道之內，係同一個浪㗎即係呢段起碼係同一個浪先，所以就未完嘅通道底係就算試通道底如果穿26000就試通道底啦。通道底都係其實好接近嘅啫而家去到25,900㗎啦，其實差唔多25,800幾至25,900，就應該有初步嘅支持。小時圖係咯，會試呢啲位嘅話，再睇啦如果穿嘅話都唔緊要嘅，如果唔穿咪繼續延伸咯。如果穿就係一個2浪調整2浪調整之後再上啦
啊，即係31、32、336咁上咯啊。咁短線嚇，短線有啊支持位嚇26000同埋25800左右。咁啊阻力位變咗喺呢度㗎啦嚇，阻力位就已經去到26450啊呢啲位㗎啦。呢度因為26號有一個裂口嘅低開嚇，咁啊變咗呢度係阻力位嚇。如果突破翻上去，咁就有機會係調整完繼續上啊。咁啊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謝大家。